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1月18，诗篇第4篇第7节安尼讲：你予我心内有欢喜，赢过人得到真济五谷甲成就。三甲来祈祷，予阮心内有欢喜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快乐，是阮的诗歌，也是最阮拯救的主。主啊，你是阮的上帝，阮要学了你，阮要尊你做大。主啊，你的正手有无比的权能，你的正手拍碎对敌。主啊，你用你的慈爱，带你所救赎的百姓，你用你的权能，带阮入你圣的所在。主啊，人所喜爱的是富有丰盛，因所想的甲积聚的，最后却是空空着磨。总是阮所喜爱的，就是单单有你，因为你要予阮心内有欢喜，赢过人得到真济五谷甲成就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咱若掠伊做咱性命所要紧的，伊就要赏赐咱心内欢喜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